来讲台南有一个女警察昨暗晡伫咧东区中德路口掠着人违规停车，甲罚单交予违规的驾驶。外头要离开的时阵，对方却举斧头对后壁掠过来扑。女警察的手骨甲警察抓着伤，加在其他的警察伫第一时间到压制。也女警察送病院治疗是无生命危险。好，台南市府这边表示讲，这个甲人扑的民众是从依照杀人未遂来侦办，会协助女警察来提告。车是轿车违停伫红线内，厝第2个警察将对方证件摕出来，单开完了后，交互对方越头准备要离开。开车4人的驾驶向向提出斧头，对女警察甲站落去，女警察的手骨、肩胛、脚趾边拢受伤，甲同事斗阵甲这个开车的人压掉咧。救护车赶到现场，这女警察人清醒，也说家己行上救护车。原来身躯有穿防弹的甲，小冻着，只是伊手骨，还有肩胛、脚趾边拢有空碎爱天，加在救治了后无性命危险。驾驶返抵现场后收受标示单，未料员警准备离去时，该驾驶突然持器械攻击女警背部，员警立即将其押至逮捕，并依杀人未遂及妨碍公务现行犯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。代志发生伫7日暗时8点外，地点伫台南市崇德路。中回现场发现，这条有真侪店家，大路两边拢有画红线，无用停车。不过有真侪赛车的人贪方便来违规。这时间才歹停车，警察我会叫伊开工的啦，吼，足够贵的啦。冤家就是去用开啊背面的款啦。涉嫌行凶的4人的驾驶人，敢若录影习惯，才伫车顶放斧头，敢若像进前伫同一个地点已经互开2摆啊。7日暗时佫收到违停罚单，才会真生气。有这个行为，不过警方讲，嫌犯犯案动机也调查，也依照杀人未遂罪移送法办。台南市长吴伟铁人伫国外收到消息时，经由面试讲，民众无理性行为绝对袂原谅，也协助女警察来提出告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